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半島豪庭嘅2座，睇一個高層實用517尺嘅間隔單位。咁我哋一齊去睇睇啊！呢個間隔咧係屬於半島豪庭嘅一房最闊最大嘅客廳。主人房咧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咁所以整個房間咧有極大嘅空間，而且採光度非常好。好，咁嚟到呢度咧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